没有想到当年打败茂博的时候就是很爽的。你知道他讲7号茂博跟田中千惠吗？知道？没得奖。后来，不能录影啊！后来我最近看到那个，我觉得真的这社会太现实。沈春华才刚讲嘛，里奥纳多迪卡森，我就觉得好恐怖哦！哎呦，不要你当录影啊，太恐怖了！不要你们剪接我的话，我的妈呀！迪卡就，不要做这么恐怖的事情我好歹我是清新偶像，这种诸如此类动作不要做好不好？那帮我放在 YouTube 的都是我最帅的。如果你需要角度的话，我可以唱歌的时候调整一下。我还没有红啊，对啊，就靠大家来帮我建立形象。刚刚讲到这个，然后最近拍戏，然后很好玩，就是很久没演戏啊，就是导演来找我，对手戏还蛮哇，那个演员找的蛮强的，有吴宗天啊，还有水塔，没得奖啊。我的意思说，加油，有一天你办得到的。不过他真的还蛮好的，我觉得不太行，这比我想象中的人还要客气。然后，居然他的经纪人也答应了，他跟我一起合作写歌所以还不知道啦，这个事情成不成？我希望可以成。然后我就要跟他一起演偶像剧，他大概这么高吧。然后我跟他演的时候，我要电木箱，然后我就跟他一样，电木箱。金香木香。演戏真的蛮好玩的。然后最近要演的一个是，机车行的老板。我想说，我才刚刚要把自己的因为我自己都唱比较摇滚，然后尤其在兔的时期的时候，然后反正民谣还好一点。那现在走气质路线，然后叫我去演机车行老板。然后要试戏嘛，所以导演需要我去真的去机车行里面学机车行老板在修什么。人修完的时候，我的指甲都黑黑的，我说我是森林系王子那是黑黑的。然后后来发现有个很特殊的清洁剂，就是那个洗机油的，哇塞，洗了什么东西都会变白，真的太神奇了，就不知道会不会把皮肤坏掉。我就每天在洗有人在这边有修车的吗？因为现在机车越来越贵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加了很多电子仪器，然后很多老师傅就不会修了，他们可能会失业，不晓得，我替他们很担心。我干嘛担心那么多？然后加了电子仪器是因为要让整个汽油的消耗比较低，而且消耗比较完全，所以会比较环保。买贵也没有关系，我觉得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嘛。没有的话，没有钱买就是坐公车啊，坐捷运也好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很环保？有。像我这套衣服我已经穿了多久了？刚刚发射的是屁股，不要担心。还有，就是弹吉他需要的专业的，用我是不学呀。好，然后唱一首很好玩的一首歌，这样重新改编的，来自蔡依林的《舞娘》。